素食係上天賜俾人類嘅禮物。我敖嘉年歷時半年，走訪中國多個大西北地區，喺歷史悠久嘅大城市、高海拔嘅耕地上，甚至氣勢磅礴嘅山嶺之間，尋找植物嘅味道。上古堂食品特約，環掃全中國。星期一起，逢星期至五晚8點半，開 TV 77台。用口唞氣，搞壞身體。理論上用鼻呼吸咧係最理想。好多人咧都有鼻敏感嘅情況，可能係咧佢哋個鼻腔咧其實就唔係好暢通。如果小朋友長期用口唞氣咧，就會產生一個叫做腺樣體面型，可能係睡眠窒息個症狀。我哋個肺開竅於鼻，咁所以第一就係有我哋叫做肺氣虛，個肺比較弱啦。認住呢個健康密碼，健康關注組，今晚9點開 TV 77台。Hair Recipe 先淨化頭皮，再補充營養，強硬髮根，7天養出豐盈髮，養護頭皮嘅天然食譜。環境好嚴峻，浴室保健隊係時候出動啦！係隊長，乾身 OK， 濕氣同霉菌都投降啦。係惡菌，睇我表現啦！浴室乾淨晒。仲有我暖氣戰士，冬天浴室暖粒粒，守護浴室，守護你健康。Panasonic Nano EX 浴室寶。Panasonic 食開嗰隻咳水好似冇乜用，對症止咳先會更快更有效。咳樂治有乾咳同痰咳配方，全方位應對你嘅咳嗽。咳樂治澳洲 No.1 止咳品牌。你電話有幾多個聯絡人？有冇人啊？到底可以揾邊個啊？揾安信兄弟，你嘅緊急聯絡人，一 call 即到。因為你嘅事無分大小都係緊急，我哋無處不在，無處不到，無處不幫。你嘅緊急聯絡人安信兄弟，即 call 21112999，送新年大利是高達18000蚊。中局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想預防同時對抗牙齦問題，高露潔 Total 15倍去除牙菌膜，根源對抗牙齦紅腫萎縮，100% 令牙齦更健康。高露潔 Total 主動防禦牙周問題，全新牙醫共研牙刷，特強起泡力15倍去除牙菌膜，對抗牙齦萎縮。想護肝可以點？專業氈肝代謝配方，鞏固腸道健康，有助調節肝臟代謝，3個月得到顯著改善。專業氈肝代謝配方，助你無痛護肝。以為拖完地就乾淨？同一缸水一拖再拖，隨時2次污染。美力達 H2 Pro 潔淨平板拖，獨立雙水雙淨污分離設計，高壓噴洗，拖板唔會污染清水，污水箱完美隔開污物，污水不犯清水。新一年仲有 H2 Pro 旋風拖登場。丹麥藍罐曲奇係值得你屋企嗰位女王享有嘅皇家獻禮。源自丹麥嘅牛油曲奇，以優質嘅材料，經過不斷改良嘅配方，帶出非一般嘅香味口感。丹麥藍罐曲奇為你特別嘅時刻加冕。終極之戰毫無保留 ，U23 亞洲杯足球賽今晚季軍賽，越南硬撼南韓。星期六晚決賽，中國大戰日本。開76、77台，雙語現場直播。已經知道保險箱位置啦，我會諗辦法打開個保險箱。我已經記得晒所有嘢，一定會令你踏住手銬，再掉你入監獄坐監。殺死巨豪男阿爸阿媽嘅人唔係你咩？保險箱嘅職員聯絡咗我。灰姑娘遊戲今晚10點開 TV 77台。雖然綏芬河呢個地方咧就有好濃厚嘅俄羅斯味道啦，咁但係東北人嘅豪爽熱情。素食係上天賜俾人類嘅禮物。我敖嘉年歷時半年，走訪中國多個大西北地區，喺歷史悠久嘅大城市、高海拔嘅耕地上，甚至氣勢磅礴嘅山嶺之間，尋找植物嘅味道。上古堂食品特約，環掃全中國。星期一起，逢星期至五晚8點半，
開 TV 77台。終極之戰毫無保留 ，U23 亞洲盃足球賽今晚季軍賽越南硬撼南韓，星期六晚決賽中國大戰日本，開76、77台雙語現場直播。G-Leap 敏基配方，平衡腸道微生態，改善敏基紅選痕。G-Leap 敏基配方，細個咧就唔係好理口腔護理嘅。大個就會 take care 多少少，擔心啊，因為我有一個比我年紀大少少嘅親戚咧，就係因為牙肉萎縮，所以佢搞到甩牙啦，又要植牙，使咗10幾萬，即係成個過程好辛苦啦，同埋好長時間。如果我知道牙肉萎縮可以去到咁嚴重，我一定會諗方法去預防。棚牙用一世噶嘛，我又咁中意食嘢喎，梗係唔想嘥錢植牙啦。呢隻咪就係我用緊嗰隻咯，其實每日除翻開都係幾蚊雞啫嘛，又可以保障到自己嘅牙齒喎，亦都有機會可以慳翻未來用嘅嗰植牙10幾萬，諗翻都抵啦。乜原來漱口水都可以預防牙肉萎縮，咁幾好喎！想搵一個唔黐底嘅鑊，簡單；想買個保溫杯，好簡單；想搵個電飯煲，仲簡單啊！一個地方就搞掂。Easy Living 簡簡單單家品專門店，讓生活更簡單。阿仔冇高過，又唔長肉，想小朋友快高長肉，就要飲衛士智型膏，含有37種關鍵營養，臨床實證16星期高3 cm， 有效改善體重。智型膏身高體重雙效提升，更有 DHA 支持腦部發展，配方同時支持免疫力。智型膏開動飛躍式成長。過年奶 Foodpanda 生活百貨，慳高達120蚊，新鮮食材、節日賀禮同大把超筍優惠任你揀，抵啲就係開心啲。Panda G-Leap M3 護腸配方，大學醫學院科研，持續服用，顯著減低引致腸道微生態失衡惡菌。G-Leap M3 護腸配方。社區應急，你我都要識。閂好大門，再用膠紙封實門邊，再用濕毛巾將門底嘅罅隙封住，咁就可以防止啲濃煙進入屋內㗎啦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添置咗遙控救生浮標，提升處理溺水事件時候嘅行動效率嘅。防災應急18式，逢星期六開77、78。清水樓點驗收？其實咧呢個係防火膠邊嚟嘅，係佢會平整，倒啲水喺度，有冇水漬走出嚟？窗邊呢啲位置有冇水漬咧？門對門，好與壞。房門對房門對大家嚟講咧就驛馬好嘈，就呢個影響就比較細啲嘅。我哋可以將個門咧首先最簡單就改歪啲啦。新裝修集團呈現見招拆招風水局之新裝修報告，星期日晚9點 ，TV 77台。每個人做運動嘅時候都會用口喘氣，呢個咧係正常㗎。但係如果瞓覺嘅時候用咗個口呼吸，咁就要小心啦。萬一氧